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25日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今仔开始寒流淡薄减弱，气象署表示，雪来阁有一阵冷高压落南，要等到后礼拜天气才较热热。台湾去年的税收有涨3671亿，是史上第3高，嘛是连续7档拢有涨的记录。敢未发现金互民众，行政院有说明。美国海军公布昨一台美国第7舰队的军舰通过台湾海峡，中国也不管嘛出动军机、军舰甲空飘气球来回应。新闻开始来看，今仔开始寒流有淡薄减弱，气象署表示讲，雪来阁有一阵冷高压落南，虽然强度无顶一阵的寒流遐尼强，也毋过温度同款拢正低，爱等到后礼拜冷高压离开，天气才会较热热。今仔台湾平地上低温是伫新北市的石门，阁有桃园的杨梅，只有8.5度。极端上强寒流自5摆时开始小可减弱，啊，毋过各地透早气温依然真寒。本岛平地上气温出现伫新北石门甲桃园杨梅，拢是8.5度。即时开始气温豆豆回，啊，毋过气象署表示，后边也有一波冷高压落南。虽然强度无顶一波的寒流强，啊，毋过气温回升的幅度有限，要等到下礼拜日至9，冷高压远离了后，才会明显回暖。未来每天回升1到2度，1到2度左右。北部地区因为是冷空气影响最北边的地方，所以它高温并没有回升的这么明显。即便到周日之前，它的高温可能都还是在16到18度而已，低温还是在14度附近。这一波寒流，气温向降低，全台急冻。根据消防署统计，全台到即马已经超过100人丧死，53人死亡。内政部也伫面册粉砖发文提醒，保命2个原则：第一是保持室内温度；第二是起床的时阵倒伫眠床10分钟左右，等身体适应温度，搁穿衫起床，避免滑倒或者是穿公死。尤其是老大人甲3个慢性病患者。如果你突然起身的时候，可能因为这个姿势型低血压或是脑循环不足而造成头晕、眩晕，那一旦站起来的时候，可能站不稳。有可能会跌倒而发生意外。医师提醒，老大人若是要运动，应较晚起来，佮一定要做好头颔骨的保暖，加啉我拉轮啊小滚水。另外，3个的患者要定时量血压，若出现胸坎啊杂杂、胸坎啊痛、心脏泡泡菜者危险的症头的时阵，都要赶紧看医生。记者综合报道。这阵寒流有真侪悬区温度拢无到10度，恐惊会造成农渔业的损失。农业部的农业署是表示讲，虽然目前阁还未传出灾情，也毋过后续是真歹讲。一般来讲哦，蛤蟆佮沙白鱼上惊寒，所以渔民最近的皮拢变甲真红。用蚵仔底鱼温啊水做水质的检测，就是要看敢有适合蛤蟆生长。最近寒流来，云林沿海连续几日透早气温无到10度，当地渔民放井水提悬水温，有风沙白鱼寒死，毋过嘛烦恼影响到蛤蟆的生长。有地下水嘛，就是为了让它就是说温度不要那么低，但是太多地下水的话，可能就是咸度跟那个就是会比较会有过高或是过低的状况，所以要做一个调整。对，当时就较无简单啊！啊，恁若掠蚵仔人就计上较悬啊。台西的渔民表示，虽然目前蛤蟆池当中的沙白鱼传出一寡寒死的状况，毋过还阁要等到气温回升了后，才会当知影影响的程度。另外，来到中华的葡萄园，农民无用咧灌地下水，嘛是要避免延迟性旱害来发生。抽地下水起来较少，咱咧甲泡温泉啊咧，安尼较袂去寒着安尼。安怎讲？啊，那寒着后摆就变石头火去，会比较明显。可能在后面的这几天，如果有温的回升的话，那灾害可能有一些呈现。那我们农业署会持续跟地方政府来密切注意。农粮署表示，农作物延迟性旱害也阁需要观察一段时间，才会当知影损害的程度。也呼吁农民若真有相关的状况，要赶紧向地方公所申报，方便后手的补偿作业。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美国众议院的台湾连线共同主席众议员迪马里和贝拉带团来台湾访问，早起嘛甲总统蔡英文、副总统赖清德见面，伊嘛向赖清德表达美国国会跨党派小挺台湾的态度。赖清德嘛强调，台湾会维持现状，守护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台湾大选了后，
美国头一个国会议员团来访问台湾，由众议院台湾连线共同主席共和党众议员迪马里，甲民主党的贝拉，25早起先拜会正副总统的当选人罗清德甲萧美琴，表达对台湾选举结果的祝贺，也有强调美国坚定挺台湾的立场。And among the main messages that we are bringing here today, and again, this is very simple, that the sup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for Taiwan is firm, it's real, and it is 100% bipartisan. Mr. President-elect, in your words, you talked about the peace,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of the region, and that is exactly what we're here to represent as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美国议员表达国会下党派支持，罗清德在致辞的时阵表示，台湾人民用选票证明，在民主甲威权的之间，是选择徛在民主这边。今年拄好是台湾关系法立法45周年，除了深化台美的关系，嘛保证未来会捍卫台海和平、稳定现状。未来，我和萧美琴副总统当选人将在蔡总统所打下的良好基础上，团结台湾人民，强化社会韧性，捍卫台海和平稳定现状，盼美国能够持续给予台湾强力支持。因阿立陶宛国会友台小组的主席马马多，嘛带领11个朝野政党的国会议员来访问台湾，除了表达祝贺，嘛希望所落来台湾甲立陶宛会当持续推动互利互惠友好的关系，强化各方面的合作。记者综合报道。新的国会三党无过半，民众党的8席真做是关键的少数。针对立法院长有风声讲，民众党可能会分裂投票，院长投民进党，副院长投国民党。立法院长尤锡坤早起是表示讲有信心连任，讲顶一届选调院长，民众党嘛是支持伊，所以另外嘛要拼院长的韩国瑜今仔早起有出席新立委的正道营。小老鹰在飞，下面有野狐狸在赶，切记一言一行各方面一定要谨慎。以马后学杯作例，希望新考的立委铁实高飞。新国会三党无过半，新考的立委伫2月初1会正式上任。将中共董事长赵少康再去举办新考立委正道营，资深的立委罗斯宝，甲竞招立法院带头的韩国瑜拢去现场支持。不过韩国瑜并无受访。立法院正副议长的竞争，民众党8席将做关键的少数。有风声讲可能会采取分裂投票。院长投互民进党，副院长投互国民党，展现影响两党的态度。如果上午民进党支持了尤锡坤，下午说要再改投江启臣，那我是建议江启臣拒绝了啊，就是国民党一个都不要，啊，就让你民众党跟民进党结合成一体吧，啊，就大绿小绿。对分裂投票的讲法，黄珊珊有出来背会，叫外界唔通乌白喊。立法院长尤锡坤早起讲，对连任有信心，甲民众党主席郭文哲算是朋友。那一届当选院长，民众党嘛有甲伊相挺。我跟柯主席是应该算是朋友啦。我这一次当然是民进党支持我就过半，对。但是事实上，台湾民众党当时也是对啊，4年前立法院长的竞争是受到大家的关注。南洋议员党团总召集人的选举竞争嘛真激烈，立委鲍坤基早起召开记者会，表态要承担责任。甲党内立委罗斯宝2个人拢要来争取。柯总召过去跟我多次对垒哈，柯总召从来没有赢过哈，我想这是一个重点啊。我们不管倚天剑、屠龙刀都已经准备好要对付柯总召。那我们就君子之争嘛，这个我们都常常讲说党团自主，党团自主，尊重党团每个成员的意志，到底要投我还是投这个副委？罗斯宝嘛发声，希望国民党中央党部、甲立法院正副议长候选人韩国瑜江启臣，唔通介入总召集人的选举，爱尊重党团的自主。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虽然去年全球的经济表现无介好，也毋过台湾去年的税收有涨3671亿，是史上第3高，嘛是连续7档拢有涨的记录。感觉会发现金给民众咧，行政院今仔嘛有做出说明。去年度的税收，2023年已经确定总预算有税入税出剩余，所以行政院再次感谢民间社会跟政府共同再创经济佳绩。那政府也会将广纳社会意见就总体的剩余情形进行商讨。
行政院强调讲，相关经费的运用会依照财政纪律来使用，优先来控制甲加强建设投资。咱国内伫2022年税收毛涨5000亿，全民发6000块的现金。今年敢会搁来比较办理，互全民来共享经济的成果。行政院是表示讲会搁来讨论。再来看美国海军公布，昨有一台美国第7舰队的军舰通过台湾海峡，引起中国的不满。中国嘛出动18架次的中共军机，6只的中共军舰，加3粒的空飘气球。目前咱的国军伫屏东三军联训基地在进行联用操演，嘛进入第3天咯，有声未少的军事迷去附近围观。美国海军第7舰队别克级飞弹驱逐舰混运号，日是由北向南通过台湾海峡。表明美国表示，伊予所有国家的航行自由，而且指出国际社会成员拢无应该受到恐吓或者是威胁，来放弃权利甲自由。搁一概互中国起噗噗，批评美国的起无空，讲对美国军舰全程监控甲警戒。根据咱国国防部掌握，到一天有18架中国军机、6只中国军舰，甲3粒空飘气球扰乱台湾附近。其中一粒上晚的是伫基隆西边72海里。咱国军方持续提升战备演训的任务，利用操演进入第3天。IDF 建国号战机飞过屏东三军联训基地空隙，放置焰弹。锁定目标区了后，阿帕奇直升机发射2.75海信火箭弹甲连炮，精准拍到熊熊头规的洋龟。我们是从台南来的，还蛮震撼，第一次看过。因为我也还没有当兵，那个声音加上视觉上面打下去会有烟雾，就感觉很赞。3点多，虎口11度，国军的战力是非常棒。不少军事迷唔惊寒拢来看，近距离感受火炮强烈的威力。国军伫新疆进前连续4天进行陆空人的演训，展现训练的成果，强化官兵的作战能力，嘛展现保家卫国的决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民党打选调的立委宣布讲，按算要收回来放入迄电厂延后退役的规定，互反核团体是非常的不满。全国废核行动平台早起就开记者会，批评讲这是政治的操作，无应该透过修法造成危险的旧核电厂会当继续营运。环保团体串联表态，要反对老旧的核电厂延长棒。面对国民党新科立委进前表示要修法来取消核电厂延长运转，爱提早申请的时间限制。环保团体认为安尼做根本就是违反专业伦理。国民党立委一刚上任就要违反专业伦理来草率修法。我们要讲核电研议的最大障碍不是这个法律规范，而是机组老旧是否堪用，耐震系数是否足够。环团以核三组例指出，到今拢还未完成恒春断层的第一调查。另外，当初要起核三的时，无进行环评，认为若是要延长棒，就要定做环评佮完整的第一调查，斟酌评估安全风险佮社会成本。整个过程到底需要多少时间？需要多少经费？不是国民党立委在旁边喊一喊，其实就可以达成的事情吼。面对在野党有民意基础，会当以过半席次来推动修法。环团认为，即马时代背景拢已经无共啊。过去选伫断层顶头起核电厂的错误决定，即马已经无适合啊。40年之后，你要重新评估它能不能延役的时候，这些条件就必须重新拿出来谈了，这就变成它绝对不可能存在，也不可能延役的一个条件。核电厂要延长棒，至少爱伫运转执照到期的前5年提出申请。为什么是5年？核安会表示，这是参考美国的做法，要互管制机关有时间会当审查，各电力公司有充分的时间完成必要的检查甲改善。若老旧核电厂要延长棒，敢有需要环评？环境部表示，现阶段的政策也无规划，会阁收集相关的资料，再阁按照现行的环评认定标准进行研议。记者台北报道。台湾的民众3不5时传出讲去中国防失踪，有立委就指出讲，一冬平均有85件台湾人伫中国受到骚扰，也是讲防限制自由。有民间团体就批评中国政府不当对待政治犯甲外国人，嘛指控中国之前接受联合国的调查，讲白贼话来暗砍对人权的侵犯。
我出版专册《积极信仰问题》，北基文化总编辑复查来台湾待真侪年。去年3月去对华探亲了后，就互人秘密逮捕。中国一直安尼咧做，进行接受联合国人权纪录审议的时阵，也引起西方真侪个关心。真侪民间团体批评中国用白贼话来暗砍对人权的迫害。Several states called again on China to repeal residential surveillance at a designated location, or RSDL, and to end the crackdowns on human rights defenders and lawyers. 对了，香港西藏甲信仰问题，和各国提出疑虑。民团也指出，台湾人连续去中国失去联络。李伟阁指出，台湾人去对华被限制人身自由，甲塑胶一年平均85件。亲像真侪年前 NGO 工作者李明天，就因为颠覆国家政犯罪，和中国政府判刑5年，去年才刑满放出来。中国政府可以用国家安全为理由，拒绝当事人聘请律师和家属的探视权，所面临的处境形同精神酷刑。中国可以利用这种精神压力甚至肉体的酷刑，逼迫当事人认罪。为宗教迫害、限制出版甲言论自由，搁到凊彩掠人、实施酷刑等等，中国种种行为拢互民团批评，无顾人权保障。除了要求停止非人道逮捕、非公正审判以外，搁呼吁对华交代被失踪台湾人的下落。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桃园市的技师职业工会中营分会准备要罢工，将劳资调解了后，工会声明讲，因为公司无提出方案，今仔会来讨论罢工执行的细节咯。中营航空是强调讲，双方针对薪水的结果，各有提悬薪水有部分的共识。交通部嘛表示讲，民航局的应变小组拢有掌握，嘛希望讲劳资双方会当赶紧来形成共识。桃园市劳动局出来主持中营航空甲桃园市技师职业工会2时展开调解，会后中营声明伫部分基础继续努力，考虑员工的福利，也甲留人才，强化技师外站福利政策，甲讨论薪资结果。另外，会赶紧完成再提高副驾驶甲资深副驾驶最高薪资的上限评估，若做有具体对应方案，后礼拜3会阁召开会议。不过，桃园市技师职业工会声明，无看到具体方案。大会研究嘛，敢若有提高副驾驶甲资深副驾驶的薪资上限，因表示遗憾。2号召开理监事会议，讨论后续罢工的行动规划，也甲执行细节。协商的过程予以掌握，然后来研拟相关的一个配套的一个措施交通部或民航局我们当然都是希望双方都能够尽速来继续来协商飞行员跟一般的这个其他的职种的薪资结构有很大的差别。在长荣航空的飞行员，我们的底薪只占我们全薪的22%，所以所谓的6个月的年终奖金只有1个月稍微多一点点而已，所以并不如大家想象的，我们拿了很多的年终奖金。若是中营航空进前已经公告6个月年终，工会认为整体薪资福利比其他的航空也是有较差。另外，并无得到外国籍技师任用议题的回应，也是无排除春节要罢工。对这代志，中营内部嘛出现无共声音。中营航空关系企业工会表示，疫后航空界人才无够，外国籍技师会当补足这个人力。而且训练考试拢甲本国籍的共标准，工会嘛乐见公司研究飞行员留人才的奖励，不过反对罢工。是否同意在罢工期间支援的飞行员？那目前回函的数目已经是大概有800人，那有些没有回复的，他们跟我说的是，他们觉得他也不需要回函，反正公司怎么排班他就怎么飞，所以实际上已经是将近7成的飞行员已经填他们愿意支援。中营航空关系企业工会讲，依照目前公司内部意愿调查，若做罢工差不多有700至800的飞行员愿意配合执勤。对比工会讲，投下同意意愿罢工的飞行员500多人，比起来嘛是多数。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新北市高中生伫学校互同学抬死一案，今仔有一场研讨会，有警察大海教授是建议讲，少年的风险行为，佮有少年刑事案件的处分，都应该爱重新来检讨。有法官嘛指出讲，应该爱加强保护处分执行的配套。
去年11月，新北国3生何早都甲校外同学挂颔棍当伤抢救不治死亡，引起外界中心审视教育体系甲少年事件处理法相关的规定，有声音呼吁检讨第一线老师的管教权，校园安全检查的规定也应该修正。有合理怀疑而有进行安全检查之必要的时候，就应该由教师会同行政人员或行政人员会同教师进行安检。为国内现况来看，犯罪率下降，不过少年犯罪人口率确实出现欠悬的趋势，而且犯罪太阳组织法，亲像参加早起、出招校护或者是做车手，大部分是事前有无犯罪。经大教授柯学生指出，普险少年类型应该爱重新思考。目前只规范无正当理由定查危险的物件，有用毒品或者是违反物品等等的行为。不过参加不良组织的人也应该列入范围。因为我们之前基本上是以少年的使用毒品为中心嘛，但是现在参加不良组织的这个类型势必要去重新思考。矫正署矫正体系里面的话，其实还是以成人为主的哈。那少管所同仁都非常的努力哦，那但是可能关于量能啊或者相关的专业，可能还是有在就是继续提升的地方。学者呼吁考虑侵害原则，应该重新审视少年刑事案件处分，甲提悬刑事定数比重。第一线法官是认为，儿童甲少年并是缩小版的大人，免是共款来讨论，应该加强保护处分执行的配套，亲像chan照少年保护官认定等等。因为诱惑一个少年，就是避免未来一个大人犯罪。记者综合报道。人本基金会指出，讲台北市一间高中的球队有助理教练甲学生谈恋爱，佮发生暴力的事件。有学生向市政府检举，佮互总教练威胁讲爱踢案。林正林今仔开记者会，指控讲市政府内底有人涉密，造成学生正大的压力，要求爱调查处理。公然威胁大家，再让我听到这件事，他就要杀人了。哦，不是开闸。用1999检举学校球队，好亲像牵涉到性兵事件，结果球队的总教练、防护员甲教官煞快速知影消息，佮向学生囡仔施加压力爱踢案。我要撤销这3件，你的案件编号有一个是昨天晚上传的 W101121，我这边都有，是0012，你有3包？你还很会骂，很会讲哎。人本基金会顶礼拜召开记者会讲。台北市某一个高中的合球队，一个4代的助理教练甲女学生发生感情，互其他的学生检举，结果资料所外泄，致使引起教练威胁踢案，学生甚至阁拄到霸凌事件，受到真大压力。明明很多人努力了那么久，却因为自己不受他女朋友喜欢而被换掉。很多人都知道他们被停职的事实，但却看到他们继续出现在体育组。并非性平业务的窗口为什么会得到讯息？是谁把讯息告诉他？已经有太多的事件用所谓的师生恋来带过，性平会都调查都会是他违反专业伦理，是可以解聘的。人本搁再召开记者会，搁找到市议员协助，批评市政府内部有人泄露秘密，才互检举资料外泄。教育局甚至以检举人踢案为理由，无依法要求学校随处理性病事件，这根本是代志甲暗号。承办同仁跟他主管对性别案件的敏感度真的太低，也不够专业，可能有师生恋。也应该立即启动性平通报跟校安通报。我们会由政风室是不是有透过教唆或者是怂恿学生撤案？教育局表示，后续的案件会由正方式处理，无论最后是行政处罚还是停聘，拢会确实执行。无表示1个月内会当有初步的结果。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全国大专校长会议，今仔明仔2天伫台中的朝阳科技大学举行。因为2月新学期开始，私立大学学生一档就有35000块的补助。私立科大校院的协进会是建议政府会当豆豆甲公私立大学的学费优互学员，再来会当来锁定跨领域学科的大学生专业来补助。为教育部高教师的基层来做起，朱俊章是做高教师长，到今仔日拄好5年7个月，因为确定5月要外派温哥华。113年大学校长会议是任内最后一届参加。
教育政策都是延续的哈，我们在这段时间能够来协助大学一起提升，我想这是我的荣幸啊。教育政策延续来进行，朱军长讲，亲像甲公私立学校学杂费的差距来纠复平，私大学生逐年有3.5万的补助，2月就会实施。也毋过私立科大校院协进会表示，政府会当采取渐进来纠平公私立大学学费。那么一般的学生补助3万5嘛，哈，那么 STM 的学生可以先优先考虑全额来补助，这个把公私立的这个拉齐因为私立大学现在还扮演很重要的人才培养的角色嘛，哈。为国家较欠的 STEM 人才去专业补助，国到一般学生，高志祥是认为，才会当完全纠平公私立学费的差距。另外，除了学费补助、宿舍补贴2月嘛会实施，加上1月实施教师研究费来起，私校第二组嘛有7成的补助。过去几年，大家关心学杂费刚会使起，今年4大协会拢无提案。记者是新志明台中报道。今年的大学学测已经结束，外界人反映讲有一寡题目需要下冷气的知识才有法度回答。都有高中老师认为讲，唔拿看冷气，佮来利用生活的经验来思考题目，出题的方向有108课纲是正对同哦，有袂少题目是出甲正好。今年学测社会考第18题以2间小庙的相片，爱学生选出地点可能伫倒位。记者实际街头访问民众，加拄考煞的高中3年学生，敢有法度回答？可能这个图片上，应该是从这个图片上去看，说有什么特别的讯息吧。我看过大平顶这个名字，剩下我都不知道了。看着那个对联，其实看不太出来他要表达什么。这2间小庙到底是咧倒位？由社会科老师来替咱解谜。雅典、昆明、国无在，昆明就是沙洲，地理有教，昆明像咱台南有啥物南昆新啊，迄就是沙洲的意思。然后这头前个讲，雅静洪流降灵岩，洪流就是有水，是真淡的所在；有沙洲有水的所在，这是叫做后温啊，是大潭的所在。社会科老师黄慧晶分析，这种题目结合地理、历史等等科目，是下冷系的多元题目。那这题也有一题目结合乌克兰参罗西亚的战争、长篇小说等等生活议题，是真符合108课纲，这是结合日常的精神。那对平常时啊，敢若会晓背册，无加想的学生啊，会变成足困难的。毋过若真对一寡较另外会当对生活中间的一寡议题有注意的学生啊，这个题目是算简单的。就是脑子要动比较快，要比较活一点，就是没有办法再像以前就是死背课本上面的知识。社会科老师指出，观察这几年的学测题目，这款下冷系的题目是愈来愈多，建议学生除了读册，也行出课外，通伫读小说、世界行大等等生活当中斟酌观察，因为题目甲答案就充满伫咱的日常生活当中。记者阮谢桂林新北报道。宜兰县学校拄帮师傅的薪水是真歹，所以人拢来去去。宜兰县的教师职业工会嘅人数要求县政府爱处理。县政府是表示讲，各县市的财政状况无同，薪水当然有差。县政府是认为讲，中央应该爱定出统一的标准。这伫灶骹煮食面的人，塞餐车负责学生的饮食是校方内底重要任务。毋过伫宜兰县，拢只有领基本薪水，而且无界别制度。有人做10年，也咧领同款的月薪。宜兰县教师职业工会即去年政府要改善因的薪资福利，毋过无得到县府这样的回应，就发起联署。教师职业工会理事长将联署书交予县政府教育处长，因认为县政府就算去年已经将有编辑中餐证照的督工月薪调整做2万8，也是明显比其他县市较差，会造成流动率悬，无法度留住专业人才，恐也影响囡仔饮食安全。很多学校的妇幼厨工都流失率非常高。因为他现在可能去早餐店，或者他工作性质、时间长短相同，可是相对他的薪资相对是高的，所以流动率一直是很多公立妇幼的校长们他们很担心
的一个部分。有1170人人数，诉求县政府应该优先建立公立护幼、多工进行考核制度，将有证照的起薪调做每个月32448块，现在是甚至比基本薪水高出2000。有关于薪资待遇的部分，我们都接受外界这样的一个意见，那是不是我们在这上面我们会跟中央来做反映？是不是有关于全国一致性的标准部分，我们来做一个研修。县政府回应全国各县市政府财政状况无同，因提供的多工薪水也较无同，应该比较劳资者的工作，由中央定出比基本工资较悬的统一规定，官府会向中央反映。记者综合报道。特别过年咯，信用卡债务受害人自救会早起是开记者会，呼吁民众会当透过更新还是清算的方式来行债，千万都唔通想袂开。另外，针对最近有真侪唔是银行的融资公司提供各种的贷款，自救会嘛呼吁讲，融资公司法的草案应该赶紧通过。进前高雄有少年阿某挡袂牢还钱的压力，一家伙5个人想袂开，为着避免悲剧搁再发生，卡债受害人自救会再去开记者会呼吁，债务是会使解决的，呼吁债务人莫因为安尼想袂开。只要你诚实来面对，看你的情况，为量你的能力来处理你的债务，在一定合法的程序下，你可以全部或部分免除债务是有可能的。在去年1月的时候获得的法院的裁定更生方案通过，只要每个月照着法院认可的还款计划缴。债务人陈小姐讲，较早向代办公司委托借钱，用机车也是手机这方式借贷，结果因为无法度还，逐工真烦恼歹过日。好佳在后来透过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100多万的借款，即马只需要搁还5年，就会当全部还清。卡债受害人自救会表示，自从95年发生卡债风暴了后，金管会银行局开始限制规范银行发信用卡，市场才开始出现一寡非银行的融资公司，推销一寡包含机车、汽车的贷款，也有手机的贷款、商品贷款，借贷年纪原来有降低趋势。像讲去年中部真侪间大学都出现学生囡仔去无卡分期集体诈骗，呼吁行政院提出融资公司法草案赶紧三读通过。去年一整年就是20%、30%的增加，但在融资公司里面，就是它的车贷跟商品贷，目前就是无法可管，所以也没有办法去统计到底有多少。到1个月前，打电话给金管会银行局，也无得到回应。民间团体是建议融资公司应该建立工会，建立自治机制，阁袂使用暴力讨钱来进行债务催收，安尼恐惊产生融资债务风暴。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美国的阿拉巴马州今仔是准备要用激素来执行死刑哦，这嘛是美国的头一个。虽然死刑犯史密斯的律师向最高法院申请停止执行死刑，也毋过互驳回。联合国嘛表示关心，有人权团体嘛展开抗议，因认为讲这款处决的方式是真野蛮。美国阿拉巴马州议会大楼外口抗议民众提大型布条啊，要求停止执行死刑，因为阿拉巴马州2月要用弹去对死刑犯史密斯处决，是美国第一例。联合国人权事务办公室也表达关切，烦恼恐惊造成无人道的酷刑。Nitrogen gas has never been used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execute human beings. The American Veterinary Medical Association recommends giving even large animals a sedative when being euthanized in this manner, while Alabama's protocol for execution by nitrogen asphyxiation makes no provision for sedation of human beings prior to execution. 根据阿拉巴马州政府的计划，史密斯要伫一间牢房发发有5个记者协准看行刑过程。因为自控制年的时阵，阿州对史密斯执行注射死刑，按过死刑官用4点钟，依然无法度找到适合静脉注射的部分，最后放弃。自控制3年11月裁定，该用短期来处决。按过史密斯的辩护律师认为，第2摆处决史密斯是违宪。One of his arguments is that it would be unconstitutional to execute him for a second time, since the state tried to execute Smith by lethal injection in 2022, but called off the procedure because of difficulty connecting intravenous lines. 今年58岁史密斯，互人请摕差不多31000块的代票，
谋杀者牧师45岁太太伊丽莎白手段凶残。1988年，互陪审团判处终身监禁。后来法官推翻裁决，改判死刑。目前美国只有3个行政区批准短期处决，阿拉巴马州阁是死刑执行率上悬的州之一。人权团体批评短期处决野蛮而且不文明，要求阿拉巴马州和史密斯免死的请愿人数已经超过15000人。The execution in Alabama, if it happens, will set a new standard of the lowering level of humanity for the whole world, not just for Alabama. It is a killing frenzy, killing fury. 最高法院已经驳回暂缓执行请求，不过无解释原因。史密斯也正做美国第2个2摆执行死刑，阁是第1个面临短期处决的犯人。公视新闻陈伟仁报道。再来看阿根廷的总统米雷伊上任才过外月，伊放任政府对经济控制，佮修改法规限制工会权利，嘛影响到工会收入哦。所以面对大规模的罢工行动，也毋过民调是显示讲，有一半以上的阿根廷民众是支持米雷伊的改革。为空翕镜头会当看到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路，目睭就有客满抗议的人。这场由阿根廷全国总工会发起，并有其他工会组织加入的罢工抗议，目标是承认了后推萨尊节措施，并限缩工会权力的右派总统米雷伊。另外，当年主导阿根廷政局的左派政党培隆党嘛加入这场抗议活动。米雷伊推出的改革措施，除了放任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控制，嘛影响到工会的罢工者的权利，包括开放劳工直接付保费予保险公司，唔免阁透过工会转手，等于是切断工会一大收入来源。工会加左派政党当然会想要除掉米雷伊。伫左派政党加入包括秘鲁、哥伦比亚的阿根廷大使馆外，嘛出现真侪抗议的人。不过参加抗议的阿根廷基层劳工，无认为米雷伊爱为这件代志落台。No apoyamos la medida del gobierno. No quiere decir con esto que queremos que se vaya. No, para nada. Amamos la democracia. 同款伫罢工的，还有墨西哥奥迪汽车工厂的劳工。路透社报道指出，劳资去年就达成调薪的协议，幅度是9.4%，创下墨西哥最近以来新高纪录。进前劳资双方进行的协商，资方提出6.5%的加薪幅度，工会提出的底线是15.5%，谈判因为安尼破裂。差不多1000个工会成员提阮是劳工，毋是乞食这个标语，伫厂区外抗议。大西洋对岸的葡萄牙嘛出现示威活动，参加者是平常时维护治安的警察，包括一般的公共安全警察 PSP， 也甲具备军人身份的国家警备队 GNR。示威者的诉求除了调关薪资，嘛要求检讨司法调查的程序，总是由行政单位指挥，其他的警察敢若会当徛伫第2线，这种无公平的现象。公视新闻戚家仁编译。过来消息来看，昨暗6点外，伫台东县卑南乡发生一件死亡车祸，一台货车伫咧驶弯的时阵去弄到奥多拜驾驶不幸死亡。这台货车顶头是一对爸仔囝，才16岁的后生，亲像想要帮有啉酒赛车的爸爸打坐。也毋过哦，警方看监视器，发现讲赛车的人是爸爸，嘛已经移送台东地检署侦办。监视器画面当中，一台白色小货车为路边颠倒向起步，行者换帅气高向倒发，结果对向一台机车，好亲像被副大档弄起哩小货车正平的车身，机车骑士受重伤。车祸现场，小货车搁弄空地一台货车车头猫入去，机车车头也会变形。迄时阵，小货车顶悬是一对爸仔囝，在菜市水果要转去，捌传出车顶16岁未成年的后生向警方讲，车是伊开的。快车道，那边就没有车，然后开过来。
不过，警方调监视器画面清楚看到事故发生了后，小货车顶悬老爸先毁，驾驶座落车砸看，后生对伫后头，因为机车骑士受伤严重，送医急救了后死亡。警方对这老爸酒测达超过标准，警方认为伊涉嫌重大，进行了移送在当地检肃警办。呼气酒测值达0.35毫克每公升，全案依公共危险及过失致死罪移送台东地检署侦办。警方呼吁天气寒，而且特别过年，千万唔通酒后赛车上路，避免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家己甲别人的危险。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南市南区的大台南观光城是起伫盐埕大排水道的顶头哦，所以是真危险。市政府按算讲今年要拆掉。也毋过哦，观光城的店家对市政府提出的配套办法是无法度接受，早起去市政府抗议定情。台南市的经发局是表示讲会搁再沟通。大家拢拼命拼死去买，毋是3万5万的，毋是像小巴讲几万啊，毋是讲迄民族路摆路边的，这大家拢开88万上少哦。提出40当前的契约，做几若10当成立的所在，就要予台南市府拆掉。佮收到高雄行政法院的通知，要求15天内提出陈述。当地的大头家认为公部门咧甲人欺压。高雄行政法院叫阮收到文15天内爱停工，交等来行市政府啊。因为当天是阮有哪配合政府的政策入来营业的，阮有合法的建造，佮合法的使用这条。啊，你叫阮走，你爱有配套嘛，拢无。台南市南区盐埕大排水道因为污染臭毛毛来地下化泄暗沟，不过1983年时，台南市政府选伫大排顶头起大台南观光城，头尾800过7公尺长。台南市政府讲，会起观光城是有伊的时空背景甲政策的目的。不过，即卖状况已经无符合都市计划法，佮加上部分的建筑物更紧漏出来。暗沟嘛有暗门头受损，看到更紧的状况。经过鉴定有安全的管理，市府决定拆除。也这是因其他头家不满，1月25组织会一家人是去到市府定情抗议。咱有做一届结果鉴定，啊，发觉讲包括会计伤寒，因为伤寒伫个店根本无开嘛，迄拢腐蚀去啊。人还佮住伫遐，对咱下有发生危险，对大家是。无愿意看到的，所以讲，阮伫10月搭上法院强制执行，从这个部分嘛，会去甲因持续去做良性的沟通。虽然进前市府提出减购大头家权益的安置，也阁有半所在费用，不过大头家认为讲安置措施甲营业性质无共款。面对大店大头家定情抗议，市府会阁再召开协调会，希望会当创造大头家市民甲市府拢总赢的局面。记者台南报道。再来看新北市针对验物件的机器来加强限制规范。台中市即马嘛要求讲，这款店家必须要离高中节至少100公尺远。家长大部分是拢赞成哦，也毋过还是囡仔是有无共款的看法。5月14日，夹娃机内面商品是800款。台中市政府收到真侪民众和民代反映，认为夹娃机内面的商品有好有歹，甚至一部分会伤害到囡仔的身心健康。这太泛滥了啊！对，我是觉得太泛滥了。然后对小朋友的影响我是觉得有啦，也不好啊。台中市经法局决定修正自助宣布范围及管理主题条例，把夹娃机设置排除范围，对本地国中小附近50公尺，扩大到高中节以下100公尺内。这消息一出来，有一寡学生认为减量就会使，无必要全面排除，恐惊到时阵相关的经济因为安尼来变卖。我觉得夹娃娃机可以设1、2台就好了，就是不要设太多，因为毕竟商圈还是要做生意啊。这有那么多台，那移走了很多，他们会赔很多钱。对，我觉得还是要保留。摕一中商圈做例，挖进台中一中的药材街，75公尺内就4间夹娃娃机的店面。经法局表示，目前修法也搁在听各单位的意见，日后也会举办公听会，按算上紧年底施行，会有1年时间存救。我们会有一个落日条款，也是1年内，然后去辅导他看设置到哪里这样子，就跟商圈这边多沟通，然后也会多导向说，希望他们引进比较有知名的品牌
店家或者是年轻人爱的来我们商圈进驻这样子。市政府强调，协安区对商圈的发展是真不利的，日后也会辅导这个店家盘线，继续和商圈沟通，引进较大品牌来到这开店，带动经济，也兼顾到囡仔的身心健康。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花莲新城乡的嘉里村哦，昨一间人家厝火烧，造成2个囡仔不幸过往。早起消防局去火场调查，因为这家火啊是中介修理好，公所嘛派人去慰问。为了理清火灾的原因，花莲县消防局早起去火场调查。已经过身的囡仔因老爸，代志发生了后，已经去病院看囡仔的遗体，了后赶回来处理。不过也是无法度接受囡仔已经离开的代志。当我说我先看妹妹的时候，我整个人瘫软在地，我看到他的人，我无法接受。这个火灾发生伫24时下晡，厝边的监视器翕到大火了后，有一个5岁查某囡仔出来喊救人，消防人员到现场，为2楼甲一个阿嬷，还有1楼一个视障的查甫人，甲伊救出来。火拍发了后，伫1楼发现一个4岁的查甫囡仔，还有伊2岁的小妹，2个人拢已经无生命现象。我们是依照它整个火流跟燃烧严重程度来研判，所以起火处目前我们确定是在客厅一带。对，这个姓赵的查甫人原本甲因牵手伫桃园食头路，为着照顾目睭无看的大伯，才会搬来花莲。甲3个囡仔一口罩5个人住伫1楼的客厅，因牵手的小妹，因一口罩3个人住伫1楼头壳的房间，大伯住伫第2间，加上2楼租户一对母仔囝，规栋拢总住11个人。案家是我们新人乡的低收入户成人在工作上也都是以一些临时性的工作啦，所以说没有一个很固定的一个工作之下，所以造成说小孩子都需要老人家协助帮忙照顾。公所强调讲，会协助家属申请给收入户双重补助，还有天然灾害救助。另外，附近的厝边讲，之前才嘛捌发生过火灾，那亲像是囡仔生火造成的。针对这点，消防局表示，实际上导火的原因也要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市的环保局成立家电诊所，去年是修理3767件的家电，修理好的比例有90%，嘛教民众家己来处理简单的故障。环保局表示讲一件只收50块的工钱，换特殊的材料则需要另外收费，所以非常受到欢迎。详细检查电线受损的状况，另外一边嘛咧试用微波炉，这毋是电器行，是台中市环保局的家电诊所。民众若是处理有电器歹去拢会当上来这检查修理。正常来讲的话，我们要看零件是否还可以堪用，可以堪用的话，我们会做所谓的帮他修复它的零件，让民众不用再额外再多花一笔钱来去做使用。处理若是有电器歹去往往拢会互人直接单调，不过其实袂少拢是简单的问题尔。因那家电诊所的技术人员会先来检查故障的原因，再个尽量以唔免换零件的方式来修理。若是修理好势一件敢若收50块。因那需要换特殊的零件，才会另外收钱，唔免开钱个买新的电器。因为这边毕竟几十块就可以解决。第二个是啦，你当然要说节俭也可以啦。台中市环保局统计，家电诊所收到的电器，去年有3767件，9成以上拢有修复好势。今年到今嘛已经收到137件，其中热天以电风、寒人以电烘炉的数量上侪。即马收到的电器数量嘛是寥寥的增加。整组套换的话，它对厂商应该是比较有利润，而且维修的时间会比较短暂，那他们可能也缩减他们的一些维修成本。那这个部分当然就是在厂商跟公部门在面对这个维修家电的部分，我们处理的方式是比较不一样的。环保局表示，家电诊所维修的技术愈来愈好，会当维修的品项嘛增加到11项，唔会当替民众加买电器的钱省起来，嘛会当减少浪费资源。记者综合报道。今仔透早，高雄市卫生局去三凤中街进行年会抽查，检查包装佮成分敢有清楚来标示，嘛抽验讲食品敢有放漂白剂、丁药剂初步是无发现有违规。它虽然是一个进口的食品，但是它的在后包装的部分都有标示它的成分。卫生局人员来到三凤中街稽查，才零调查，民众手提大包小包物件，拢总要办年会要过年。为着要确保年会食品安全，因抽检店头卖豆制品敢有使用漂白剂、工业色素，现场拢总稽查85间店，并无发现违规。
那在食品的部分，我们主要是要看它的食品标示，还有它的包装。那如果是像散装的部分的话，它一定要标示产地、原产地这个部分。如果说民众有不放心的部分，或者是商家有不放心的部分，其实都可以跟我们索取检测试剂来进行检测。这摆稽查卫生局嘛针对食品的标示成分够有清楚，够有磅仔的精准度，民众咧采买年货规定嘛会注意介绍。民众表示，甲往年比介绍是小看起，业者是表示讲，虽讲今年年货数量准备充足，但是人工是真歹请。因为今年的工读生较歹请，系啊，因为即马大家拢做听囡仔，我是感觉小孩子还是要让他再打一下工哦，学习一些社会学，是用啊袂歹啦。看差小看啦，还是嘛是有小看差一个安尼，因为迄个物价拢咧增加，所以嘛是小可会当接受。今年卫生局嘛提供试剂，互民众每年回登去厝内，若是有疑虑，会当提试剂家己检测。假使食品有问题，卫生局会派人员去现场稽查，来保障民众的食品安全。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来看第96。感恩朋友。下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1度，上悬13度；中部地区上低11度，上悬18度；南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3度；东部地区上低13度，上悬20度。外岛地区上低7度，上悬17度。咱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